大家好，歡迎收睇今日 C Channel。許紹雄因為癌病離開咗我哋，享年76歲。消息傳出嚟嘅時候，無論係圈內定係圈外，好多人都唔捨得。佢個人緣一向都好到不得了，好似從來冇聽過有人會話佢唔好。呢種人緣唔係刻意經營出嚟，而係佢成世人嘅為人，一點一滴累積落嚟。佢走咗，香港又少咗一個好熟悉嘅聲音。睇住 Ben 史雄嘅戲大，而家好似同自己嘅童年講再見。記得舊年仲見到佢接受訪問，精神睇落幾好，人生真係無常。不過許紹雄留低俾我哋嘅唔只係銀幕上嘅回憶，更加係一個做人嘅榜樣。點樣做一個好演員，一個好朋友，一個好家人。講起許紹雄，除咗新紮師妹嘅方中 Sir，好多人第一時間諗起嘅一定係暗戰嘅黃啟發。呢個又要威又要縮骨嘅老師傅，憑住許紹雄精湛嘅演技，將無能但又要乜都管嘅上司演繹得淋漓盡致。佢喺片中經常強調自己，我係重案組嘅總督察黃啟發。第二集就升呢做警司黃啟發啦。呢句經典嘅對白至今仍俾影迷津津樂道。許紹雄更憑呢個角色喺2000年提名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成為佢演藝生涯唯一一次金像獎嘅提名。電影以外，電視角色一樣精彩。隔世追兇入邊，佢做郭晉安嘅老豆何大河，一個跨越時空嘅角色。佢演繹出嚟嘅父子情有無奈有滄桑。佢唔係主角啊，但係冇咗佢呢條線，成套戲就會失色唔少。最後着住僧袍同郭晉安相見，一個眼神一個背影已經講晒所有嘢。去到賭場風雲，佢係三哥苗僑偉同歐陽震華身邊嘅好朋友阿榮，老友鬼鬼可以一齊笑一齊癲，最後為咗朋友慘死啊！一個綠葉角色可以帶動到觀眾嘅情緒，就係佢嘅功力。近啲嘅鐵探，佢做總警司賤 man， 個名已經話你知啊。呢個角色唔係咩好人。許紹雄將一個為求上位、踩住下屬同玩對手嘅角色演繹得面目可憎啊！特別係佢冚瞓喺醫院嘅袁偉豪一幕，真係賤到出汁啊！由小男人到大奸角，由縮骨小男人到陰濕高層，真係演乜似乜。許紹雄從來都唔係主角，但係佢呢啲綠葉偏偏係撐起成棵樹最重要嘅部分。戲裏面佢成日做到好有義氣，戲外面許紹雄嘅為人同樣係一個義字行頭。當年佢同黃子華好老友，大家一齊搞補習社，佢補習社長期蝕錢，為咗唔想子華再蝕錢，佢講咗一個大話，話有個家長想一齊做，不如你賣咗你嗰份俾佢。因為當初係佢漏子華神夾粉投資嘅，要人輸錢唔好意思。其實有個家長係假嘅，係許紹雄自己夾硬食咗佢。呢種義氣唔係為咗搏咩好明星啊，純粹係出於對朋友嘅愛護，寧願自己蝕底，都唔想身邊嘅人難受。睇開許紹雄嘅戲，都會留意到佢左眼角有一道淡淡嘅疤痕。呢個疤痕好似成為咗佢嘅標記。而呢個疤痕嘅背後，其實有個幾得意嘅故事。佢細個嘅時候好百厭，成日周圍跑。有一次唔小心撞親眼角，流咗唔少血。當時屋企人好緊張，即刻送佢去睇醫生。好在傷口唔算好深，縫咗幾針就冇事。細路仔邊有唔百厭噶？撞親咬親好平常。呢個疤就當係細個嘅紀念品咯。後生嗰陣都有諗過用化妝遮咗佢。但係導演話唔使，話有 character 喎。佢從來冇因為呢道疤痕而覺得自己唔靚仔或者影響做戲，反而呢個小小嘅缺陷令到佢個樣貌更加有辨識度，更加有味道。做演員有時就係咁奇妙，你以為係缺點嘅嘢，反而成為咗你嘅特色。講起許紹雄嘅身世，除咗最出名嘅慈禧眾臣許應葵，仲要數翻上去廣州許氏嘅奠基者許拜庭。許拜庭因為家境唔好，13歲佢由舅父引薦俾一位董姓鹽商度打工。許拜庭做人勤奮踏實，好快就得到老闆嘅賞識。有一次航海之中，佢指揮嘅船隊遇上特大嘅風暴，
同行嘅3艘鹽船，只有許拜庭指揮嘅船成功逃出風暴，保住咗貨物同人命啊！董姓鹽商非常感激，為咗報答許拜庭，就贈於佢股份。後來許拜庭獨立門戶，同細佬一齊經營鹽商，憑住誠信同勤力，成為廣州4大鹽商之首啊！嘉慶15年，38歲嘅許拜庭做咗一件好堅嘅事，佢自資組織民團水勇，出海剿滅海盜張保仔等人，為地方除害。嘉慶帝知道之後，就賜官俾佢，獲得二罪府同知加1級，後嚟又獲得晉封忠義大夫嘅獎賞。你會發現許紹雄同佢先祖許拜庭有住相似嘅特質，忠人之士，重情重義。許拜庭因為忠誠可靠得到賞識，許紹雄因為重情重義喺演藝圈贏得人人尊重。好多人會問許紹雄演技咁好，點解從來冇諗過要做主角？佢自己曾經咁樣講過：主角唔係個個都適合做主角嘅，主角要孭飛，壓力好大。我份人比較隨心，中意悠悠閒閒咁做戲，做配角幾好啊，冇咁大壓力，又可以專注喺個角色度將佢演好。你睇一棵樹，唔係得朵花靚就得嘅，都要有綠葉襯托先成事啊嘛。同埋做配角有個好處，就係可以試多啲唔同類型嘅角色。今日做警察，聽日做古惑仔，後日做慈父。如果做主角，好多時都要維持某個形象，冇咁自由。呢番話充滿住人生嘅智慧，佢好清楚自己嘅位置，知道乜最適合自己。與其勉強去做一朵擔驚受怕嘅紅花，不如做一片自在又靚嘅綠葉。佢呢種態度其實影響咗好多人，尤其係而家嘅後生仔，成日覺得一定要做最突出嗰個先叫成功。許紹雄就用佢嘅人生話俾我哋聽，做好自己本分，將自己擅長嘅事情做到極致，一樣可以好成功，一樣可以好受人尊重。成功有好多種定義，佢選擇咗最適合自己嘅一種。佢曾經講過，做人最緊要揾到自己嘅位置，知道自己想要乜，然後開開心心咁去做。名利嘅嘢隨緣啦。事業之外，許紹雄嘅家庭生活一樣係美滿幸福。佢同太太龍嫣怡嘅感情係圈中出名嘅恩愛。佢哋識於微時，當時許紹雄仲未係大家熟悉嘅 Ben 史雄，龍嫣怡係新加坡人，為咗愛情離鄉別井咁跟佢嚟到香港生活，兩個人互相扶持，走過咗幾十年。佢講過，太太為佢付出咗好多，喺娛樂圈呢一行，時間顛倒，成日唔喺屋企，佢一個人打理頭家，湊大個女，真係唔容易。我好感激佢。記得有段時間我工作好唔順利，成日喺屋企發脾氣，但係佢從來冇怨言啦，仲成日安慰翻自己，話唔緊要啦，最緊要一家人開開心心。佢個女出世之後，許紹雄更加係一個出名嘅女兒奴啊！無論幾忙，都會抽時間陪個女。你會喺佢嘅社交平台見到好多同屋企人一齊溫馨嘅片段。對於一個演員嚟講，能夠有一個穩定溫暖嘅家庭做後盾，其實係好重要嘅力量來源。佢曾經講過，人生最滿足嘅唔係攞過幾多獎，演過幾多套戲，而係有一個完整幸福嘅家庭。呢個歸宿係佢喺複雜嘅娛樂圈裏面一個最安心、最溫暖嘅避風港。晚年嘅時候，佢減產好多，就係為咗陪多啲屋企人。佢話錢係賺唔晒嘅，但係同屋企人相處嘅時間過咗就係過咗。許紹雄 Ben 史雄就係咁樣用咗76年時間，活出咗一個精彩又豐盛嘅人生。佢唔係咩驚天動地嘅大英雄，但係佢用佢嘅方式喺每一個崗位上都盡心盡力。做演員，佢係一個好戲之人；做朋友，佢重情重義；做家人，佢係一個好丈夫、好爸爸。佢留低咗好多經典嘅角色，留低咗好多為人稱道嘅故事，更加留低咗一份叫做專業同情義嘅精神。記得佢曾經講過，演員呢份工唔只係為咗搵食，更加係一份責任。你要對得住個角色，對得住睇戲嘅觀眾，對得住呢個行業。而家佢休息啦，離開咗呢個佢曾經帶俾我哋無數歡樂同感動嘅世界。願許紹雄好走，
希望佢喺另一個世界繼續開開心心咁做戲，繼續用佢嘅笑容溫暖其他人。請各位觀眾立刻 subscribe 我哋今密師 channel，CLS comment like share，我哋會更落力製作更多嘅資訊俾大家。多謝支持。